大家好啊！今個星期 CVS 仍然有其他嘅大優惠，你想知我點樣用 Coupon 優惠券同埋用 iBada Cashback？ 快啲入嚟跟我睇下啦！AJAX 嘅洗潔精每支3.99，買一支第二支40% off，仲攞返2蚊，買2支啦！最後購埋2個半嘅 Coupon 優惠券，只係俾3.8毫，仲攞返2蚊 extra buck， 最後只係俾1.8毫。Nivea Men Sensitive Shea Gel 男士嘅剃鬚膏，每支呢都係5.5毫9，買2支仲攞返7蚊嘅 extra buck 添啊！仲攞埋2個半 iBada 嘅 cashback， 最後每支只係1.2毫4。而家 Irish Spring Body Wash 買一支，第二支40% off， 仲有2蚊嘅 coupon， 加埋買多一支嘅 Soft Body Wash 都有2蚊嘅 coupon， 仲攞返4蚊嘅 extra buck， 最後每支只係1.3毫7。如果未有 iBada 嘅，可以 copy 我個 referral code download， 就可以攞返5蚊。多謝大家收睇，拜拜。